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主人翁咧叫阿強。咁呢個故事咧就幫個客人咧就慳咗10幾萬嘅費用咧。咁例子呢個就事前就咁樣嘅。當日咧凌晨3點鐘，有個保安員咧就喺巡邏區咧就巡邏緊，發現咧有個可疑人物。於是咧，佢就通知控制室報警。咁警方到場之後咧，就捉咗呢個可疑人物，證實咧呢個可疑人物咧就想偷取啲地磚嗰啲材料咧。如果地磚被偷咧，損失咧就超過10萬蚊咧。咁好多人以為請個保安員咧係一個。好多人呢以為係一個保安員呢住喺一個睇門口啦。其實呢，保安員呢係個資產嘅最後嘅防線。每個保安員呢都經過緊急嘅訓練啦。如果突發事件呢，會有記錄啦，會有回應啦，會有處理啦。所以呢，老實講，如果淨係請個保安員呢，你下次有安心。我哋公司咧雖然唔係個最平，但係咧係一個最實際。想公司安全無憂，記住聯絡返我哋林輝用服務有限公司。